祷告，能行能通，主做事有的是。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一手，我们要再次举起你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平安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我要举起我的手来敬拜我的神。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平淡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平安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让我们打开冰冷的心，平安的心被主爱来充满，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让我们一起献上赞美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耐心等候主做事，他必有定时。我们一起献上感谢赞美的祷告。我们要用一颗喜乐的心来敬拜赞美他。我相信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新事。我要相信，无论环境如何，无论经历高山或低谷，神都必看顾。我要相信，就必蒙福。好吧，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我们的忧虑、将我们的重担都带到神的面前当中，要用一颗喜乐的心来到神的当中。我愿意由神你来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进入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主啊，求你的爱来充满温暖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我们这一生都是主牵着我们走，都是神在保护。他是我们的主，他的手，他的爱牵引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我知道每一天我们都要仰望神，把它定睛在主的面前。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不足，我们软弱，但是我们愿意让神来引领。我们献上感谢的心，来到神的圣殿当中。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走围堵，你爱我
心却不被困住。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弃的苦楚有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弃的苦楚有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次跟神说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是的，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所在的环境如何，我要带着一颗喜乐的心来迎向每一天。阿爸天父，我们深知我们每一天都有神你的爱、你的手紧紧将我们抓住。我们知道，在这条恩典的道路，在这条恩典的路程当中，都有神你的守护和看顾。我们相信，这时候我们一同聚集在这边来敬拜你。我们带着一个渴慕敬拜你的心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宝主，我们要更多从神你那里来的话语和能力，让我们有足够的力气、足够的信心，能够影响我们所面对的每一天。我们带着这一份爱、这一份感动，将这样的一个福音分享出去。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神你的看顾和同在。我也愿意将我们自己单单的摆上，不论是在这个时刻，或者是在我们未来的每一天当中，我们都相信神你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我们单单的献上感谢的祷告，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都去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咱来吟一首圣诗来学了咱的上帝。圣诗398首，圣诗398。圣诗398首，我来亲近耶稣，以为赐大福。心内若有忧闷，伊予我快乐。
我来亲近耶稣，心就极欢喜。以温柔叫小囝，亲像我家己。咱起立来吟全首。我经过了山，因为树多好，心内若有忧闷，伊予我快乐。我来亲近了山，心就极欢喜。温柔叫世间亲像我家己，我来亲近耶稣，因为听记得，因为亲亲听我担当罪受过。我来亲近耶稣，心就极欢喜。伊温柔叫世间亲像我家己，我来亲近耶稣，因为看我情。温顺传我亲切，日天东地久。我来亲近耶稣，心就极欢喜。伊温柔叫世间亲像我家己。彼间飘路细行，伫白沙滩前，温柔我会叫做应踮伫面前。我来亲近耶稣，心就极欢喜。伊温柔叫世间亲像我家己。阿门。咱犹原徛伫，咱用来告别咱的信仰。咱即个时阵，咱同心出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接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别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上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名。伊要对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世间人的天父，你的慈爱、恩典，甲阮兄弟姊妹伫地。阮伫即个时阵，阮要感谢你，伫过去一年久，你圣神的看顾、保守，互阮兄弟姊妹拢得到平安。我嘛知影，伫过去日子当中，阮的生活有充满真济问题，充满真济的挑战。总是我嘛感谢主你赏赐保卫师圣神伫阮的中间，会当真做阮每一个兄弟伫即个患难中，真做阮的帮助。主啊，阮爱倚靠你，阮爱亲近你，所以阮当拄着伫生活中真济问题的时阵，
真济患难的时阵，我们要主你来恳求，我们要倚靠主，交托主。我相信主，你无放阮做无白囝，你要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伫阮每一个兄弟所恳求一切的事。但佫是一个新年的开始，互阮记若属你的儿女，对阮的未来，阮拢有主，因为阮有主，所以阮的生活，阮就充满毋茫。因为主耶稣，你要甲阮同在。主耶稣，你也要祝福、恩典满满伫我每一个兄弟的身上。旧的代志已经过去，祝福过去，互我每一个兄弟会当拢袂记你背后拍拼头前的，按照所差的表来跑走。感谢主耶稣，你也今仔日阁想出一个安息主日，互记若属你的百姓，伫即天，伫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拢伫遐来设入祭坛，来伫遐学乐来敬拜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灵，伫即个时阵，拢会当来得到安息，拢会当来得到建造。主啊，阮知你是整个宇宙间唯一的真神，你是牵着阮世间人来到你面前来学乐敬拜你。所以，阮伫你的圣殿内，阮要来弹琴、拍鼓、唱歌，将一切荣耀、冠冕拢来归伫你的圣名。当今早起阮所敬听的陈牧师甲洪正长老，阁有净华执事、雅有执事，伊为着阮教会的建堂募款，要去到台中杜那卡教会伫遐来为着阮的建堂来募款。阮感谢主你，教主愿主你甲因三甲弟弟，互因开车拢会当一路平安，也恳求主耶稣你赐福因所做一切的福事。我嘛即个时阵求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安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阮伫即个时阵会当来专心来聆听上帝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神也甲林牧师以三甲弟弟，互伊有教育的精神，互伊有气力来讨放上帝话语、圣经内的信息，互阮的每一个兄弟伫今早起，拢会当来得到真好的领受，互上帝你的话语会当来成就阮伫信仰上、伫阮生活上的真好的帮助。阮安尼呢，伫你面前安尼三甲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姊妹，咱请坐。咱即时来启应，伫圣诗的后壁面启应第23，就是诗篇118篇，启应23诗篇118篇，咱来泡泡面也有吼，显着咱大声来启应上帝的话。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后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就甲我开义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去杀的鸟，已经真侪触角头的鸟。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
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奉耶和华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咱即时来看一段的圣经，记载伫旧约约翰福音21章，咱对15节来看到19节。约翰福音21章15节，咱来看到19节。已经食早顿，耶稣甲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较也食嘛？”因讲：“主啊，是，你知我疼你。”耶稣甲伊讲：“生我的羊仔囝。”第二摆，搁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嘛？”讲：“主啊，是，你知我疼你。”耶稣甲伊讲：“照顾我的羊。”17节。第三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嘛？”彼得因为伊第三摆甲伊讲：“你疼我嘛？”就又问甲伊讲：“主，你无所毋知，你知我疼你。”耶稣甲伊讲：“饲我的羊仔，我实实甲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己腹，照所爱来行游，独到老，你要伸手，别人就绑你，拖你到毋爱去的所在。19节。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来荣光上帝。已经讲安尼，就甲伊讲对我，就甲伊讲对我。咱的圣经看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要来请咱的林兆成牧师来讲道。伊今仔所要甲咱所分享的信息是梦想甲异象，梦想甲异象。嘿，即位大家平安。今早起题目是梦想甲异象，梦想甲异象。咱知影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德国的希特勒，伊为着要来征服欧洲所发起的战争。伫伊发起战争的时，伫德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潘霍华牧师，潘霍华牧师有写即个《狱中书简》是伫加的中间所写的。搁一本是《跟随基督》这两本拢有中文的翻译本。伊所写的册对基督徒有真大的影响，因为伫过去教会认为讲，基督徒伫教会内面。只有讲信仰毋通讲政治。但是潘霍华牧师，伊伫遐讲，希特勒亲像一个小人开车乌白撞，弄死真侪人。基督徒袂使讲咱替伊祈祷就好啊。基督徒嘛是爱起来阻止伊继续伫遐开车，伫遐乌白撞。至少咱嘛爱甲迄个路甲挡起来，互伊无路通开，互伊会当停落来。伊的意思就是讲，当政治上有真大的偏差，领导者伊无照圣经的教示
来领导即个国家的时，咱基督徒有缘爱好胆徛起来，来讲出正义的话，来阻止政府做即个不义的代志。所以潘霍华牧师伊迄个时阵就起来引带一群的基督徒来反对希特勒伊发起战争，因讲这是违反圣经的教示。但是希特勒真受气，就将潘霍华牧师甲即群的基督徒掠去关。当因关伫监狱的时，有一个基督徒就起来讲，咱已经失败啊，咱已经无啥物愿望啊，一切拢结束啊。总是潘霍华牧师伊起来讲，伊讲咱袂失败，咱永远袂失败，除非咱放弃咱的梦想，咱才会失败。所以即句话，互大家真大的激励。除非咱家己放弃咱的梦想，若无，咱袂失败。虽然后来潘霍华牧师伫监狱内面，互希特勒枪杀死伫监狱内面，毋过伊的精神，互欧洲的教会真大的即个影响。因知影，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爱为着公义、为着真理，好胆来出声。伫英国有一个查某囡仔，伊是一个真爱写小说的人。伊大学毕业了后，就到伫出版社，望讲伊会通写一本小说，然后这本小说会通伫即个出版社来出版。所以，伊就按照伊的即个梦想来努力。后来伊也结婚，生一个查某囝，总是无偌久，因翁甲伊离婚。佫无偌久，伊去互即个出版社的老板甲伊洗头路，失业。所以有3年久，伊的生活真艰苦。伊是靠政府的救济金来生活，伊拢找无工作。但是伊一直无放弃伊写小说的即个梦想。伊望会当写一本真正大家拢真爱看的即个小说。果然，后来伊就完成伊的即个小说。这本小说写出来了后，出版了后，也真正是讲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我想，真侪人拢会知影，这本小说就是《哈利波特》咱拢知影嘛拍做电影，也是真侪人爱看的电影。这个查某囡仔就是这位 J.K. 罗琳伊叫做 J.K. 罗琳。咱看见伊坚持伊的梦想，伊真努力，真拍拼，伊无放弃伊的梦想，伊最后伊就成功，成做一个真出名的小说家。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是记载耶稣的门徒彼得伫失败中间，重新找到伊的意象，重新徛起来的故事。圣经甲咱讲，当耶稣受掠到伫公会，互大祭司来审判。迄个时阵，伊遐个门徒，大家拢惊甲走去避大家拢避起来。彼得算是上勇敢的，因为伊无避起来，伊是远远对伫耶稣的后面，一直行到伫即个公会。当到伫公会时呢，有3届有人看见即个彼得，甲伊讲：“你是甲耶稣共党的人。”彼得3届否认。彼得讲：“我毋捌伊，我毋是甲伊共党的。”咱看见彼得虽然真勇敢，跟对耶稣，对伫耶稣的后面，但是伊最后也是失败，伊最后也是毋敢承认耶稣基督。
所以伊伫遐大声啼哭，因为伊是认为家己是一个失败者。咱看当初耶稣伫加利利海边呼召彼得的时，甲伊讲：“你来跟缀我，我要互你得人如得鱼。”彼得真欢喜，因为伊会通得人如得鱼，伊会通得到侪人，互因得到新的性命。约翰福音21章也记载，后来彼得3届无认主，离开主以后呢，伊搁倒转来即个加利利海边，亲像以前咧做一个掠鱼的人，过着掠鱼的生活。哪像彼得的故事就安尼结束？彼得的故事并无结束，因为伊毋是一个失败者，伊是一个重新得到异象、重新振作起来的人。咱看见，因为耶稣无放弃伊，耶稣鼓励伊，互伊看见伊当初的异象是啥物，互伊重新振作起来。兄弟姊妹，今日咱要用主耶稣互彼得重新振作起来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建立咱的梦想甲异象。头一个是确信主耶稣的听，确信主耶稣的听。对失败的人来讲，上可怕的就是夺走伊重新振作的决心。一个人拄着失败，伊身边若有人扶持，有人帮赞，伊就会通搁一摆徛起来。若有疼，人就会通重新徛起来。彼得因为伊的软弱失败，伊认为耶稣已经弃杀伊。约翰福音21章记载，主耶稣对4个月以后，来到加利利的海边找彼得，毋是彼得去找耶稣，主耶稣来找彼得，互伊知影，主耶稣对伊的疼永远无改变。主耶稣毋是用话语来鼓励伊，是用行动来证明伊的疼。当主耶稣受定死的十字架时，伊的门徒拢走了了。彼得后来甲几位这的门徒也转去到伫加利利海边，过着讨鱼的生活。圣经记载，有一天彼得甲几个门徒因伫咧讨鱼的时，因对这个暗时开始掠鱼，掠到天光拢掠无鱼。后来主耶稣来到伫即个加利利海边，甲因讲：恁将网拍伫船的正边。因就听伊的话，将网拍伫船的正边。果然有真侪鱼，即个网强要提袂起来安尼吼，扭袂起来。迄个时阵，圣经讲彼得就有一点仔咧怀疑，到底即个什么人？然后约翰就甲伊讲，伊是主耶稣。哦，即个约翰大声认出伊是主耶稣。后来耶稣伫即个河边，伫遐起火，伫遐烘饼、烘鱼，就叫因来食饼，来食鱼，就将鱼甲饼互因食。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看见这个已经背叛伊的这个门徒，并无责备因。耶稣无甲因讲：恁知影恁犯罪无？恁知影恁背叛我无？恁无甲我做伙，恁拢离开我，甚至毋敢承认。耶稣伫即个所在是甲因讲：恁来食早顿。食早顿了后，主耶稣对彼得讲：你疼我吗？你疼我吗？这句话有真重要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对彼得的疼拢无改变。主耶稣犹原疼彼得，主耶稣毋望彼得会通明白，伊的疼永远无改变。主耶稣毋望彼得会通重新振作起来，重新来得到快乐。第二点是确认主的期待，确认主的期待。彼得若要掠着伊的愿望甲异象，搁一摆徛起来，那呢伊就爱确认主耶稣对伊的期待是啥物？一个捌辜负人的人，
别人对伊的期待大概会失望。但是主耶稣无共款，伊毋拿来找彼得，互伊知影主耶稣的疼是无改变的。主耶稣问彼得讲：“你疼我吗？”然后伊互彼得新的使命，伊甲伊讲：“你养饲我的羊。”主耶稣头一摆到伫加利利海边呼召彼得的时，是甲伊讲：“你来跟缀我，你来跟缀我，就是去传福音，得人如得鱼。”这是做一个传福音的即个使命互伊。但是现在主耶稣互伊的命令是：你养饲我的羊，你养饲我的羊，就是牧者的使命。你爱固守你的羊群，爱养饲你的羊群，是比以前的使命搁较大。主耶稣将搁较大的使命交予彼得，比当初呼召伊的时所予伊的使命搁较重要。这表示主耶稣无因为彼得的失败来收回伊对彼得的期待。主耶稣予彼得第二届的机会，伊无有因为彼得的失败来气杀伊。这个是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伊讲：“我录用公司的职员，会尽量录用有失败经验的人，但毋是录用失败的人。”伊讲：“我会先问伊对失败的经验中间学习到甚物？透过失败来学习到教训的人，失败毋是失败，是互因进步成熟的机会。”所以咱看见主耶稣，伊确信彼得对失败中学习到教训，所以主将更大的使命交予伊。兄姊妹，主耶稣袂因为咱的失败来离开咱，伊会鼓励咱重新站起来，伊会为着咱备办更较大的使命，更较大的影响。第三，顺服主的命令，顺服主的命令，凭着咱的梦想甲意向，咱袂当保证将来咱一定会成功。因为更较重要的是，梦想甲意向，咱有了后，咱每一天要安怎来生活？伫约翰福音21章19节，主耶稣对彼得讲：“你来跟缀我，你来跟缀我。”这是主耶稣伫加利利海边头一摆拄着彼得的时，呼召伊的时所讲的话。现在对主耶稣对彼得讲：“你来跟缀我”，就是爱彼得振作起来，会通互彼得看见伊的意向甲伊的使命。兄弟姊妹，今仔日主耶稣也对咱每一个人讲：“你来跟缀我，你来跟缀我。”这句话是主耶稣时时刻刻对咱讲的话。伫咱信心软弱的时，伫咱跋倒的时，主耶稣同款安尼鼓励咱，对咱讲：“你来跟缀我。”伫主耶稣受掠以前，对门徒讲：“恁着爱坚固恁的信心来跟缀我，恁着爱谨慎祈祷，若无会去互撒旦迷惑来跋倒。”但是彼得迄个时阵真自信伊真有信心，伊对主讲：“主啊，无论什么人离开你，我永远袂离开你。我要为着你牺牲性命。”咱看见遮尔有把握的彼得，当耶稣受掠到伫公会的时，伊伫遐3届无认主。虽然彼得失败跋倒，但是主耶稣看见彼得已经改变，知影彼得伊已经改变。伊知影家己的软弱，伊知影只有倚靠主耶稣，伊才会通伫软弱的中间变做一个刚强的人。最后，主耶稣对彼得讲：“我实实甲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己绑，照所爱来行游，独到老，你要伸手，别人就绑你，拖你到毋爱去的所在。”一只有2个字是对比的，就是少年甲年老。你少年的时随意往来，照家己的意思、家己的感觉，照你所爱去行，结果你就跋倒失败。
但是年老的时，你跟缀我，你倚靠我，无照家己所爱去行，是互我来掌管你的人生，互你的人生得到荣耀，得到胜利。咱看见彼得伊改变以后，伊就大发热心传福音，主耶稣大大使用伊。伫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彼得一日传福音，互3000人悔改信主，也建立耶路撒冷教会。彼得无搁靠家己的气力，无搁靠家己的自信来侍奉主，因为伊知影家己是软弱的。伊来到主的面前，单单倚靠主耶稣，搁得到圣神的气力，伊就成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一位伟大的使徒。出埃及记19章第4节，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看见。佮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会识陪恁，带恁来归伫我。上帝看见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奴隶，遮个百姓伫遐哀求，伫遐毋望上帝来拯救因。上帝找摩西来拯救因，因为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百姓，上帝袂弃杀因。上帝找摩西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找摩西来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故事中间，上帝行最的神迹。咱看见，为着要互法老王会通讨放以色列百姓，上帝就伫埃及行10个灾难。通过这10个灾难了后，咱看见法老王伊才投降了，降服伫上帝的面前，或者以色列百姓来离开埃及。但是当这百姓离开埃及了后，咱看见法老王伊认为讲，当你即马已经离开我的国家，你袂使阁降灾厄伫我的中间啊，所以我就派兵去追，派兵要甲恁消灭。所以以色列百姓虽然离开埃及，毋过念被即个埃及的追兵落来，所以因就一直走，走到伫即个红海边啊。头前是红海，后面是追兵，进无路，退无步。但是咱看见，上帝互红海分开，互遮以色列百姓会通真平安经过红海。然后遮追兵落到伫即个红海时，全部去互即个海水消灭掉。所以咱看见上帝怎样听以色列百姓，怎样引带因，甚至伫旷野是无物件通食，无水通啉。上帝嘛，互因有即个烟吞者，啊，佫有即玛纳互因去捡，甚至石盘顶面，伫石盘内面也出即个泉水出来。所以因伫旷野拢毋免惊，无通食，无通啉。上帝安怎样来引带以色列百姓？上帝就是安尼咧照顾咱每一个人，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艰难困苦，上帝拢甲咱同在，上帝拢咧保护咱、照顾咱。而且讲，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的识陪恁，带恁来归伫我。这个意思就是咧讲，上帝毋但引带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照顾因、保护因，而且上帝嘛，即个中间咧训练因对上帝的信心。安怎训练呢？讲亲像即个鹰鸟咧训练伊的细即个小鹰啦，咱来看，
这个鹰鸟吼，做收伫迄个真悬的这个山坪顶悬，吼，因为遐上界安全吼，袂有其他的遮个野兽，所以伫即个真悬的山坪，伊做收伫迄个所在。但是伊要训练即个小鹰，爱训练伊会晓飞，因为即个小鹰拢真惊死吼，毋敢飞。即个老鹰就将即个小鹰甲伊撒出去，即个收的外面。甲伊撒出去即个收的外面的时，即个小鹰就爱学飞啊！吼，伊就天色一直飞，无飞伊就摔死啊嘛！吼啊，所以天色一直飞一直飞。毋过呢，愈飞愈低啦，愈飞愈低，因为抑阁袂晓飞吼。所以当伊摔落去的时，即个鹰鸟随时冲落去吼，甲伊飞伫伊的石骨的顶面，佮甲伊载落转来。啊，所以安尼一届一届一直训练，一届一届一直训练。有一天，即个小鹰嘛渐渐大只，吼，伊的石骨嘛愈来愈重。所以有一天，伊安尼训练了，伊就愈飞愈悬，愈飞愈远。有一天，伊就照我飞啊！吼，所以咱看见鹰鸟，就是安尼训练伊的小鹰学飞。上帝讲：“我亲像鹰鸟咧训练恁。”吼，上帝咧训练咱，亲像训练鹰鸟。所以咱就知影讲，上帝爱咱学飞，上帝爱咱飞愈悬，飞愈远。所以咱毋免惊，虽然咱会拄着艰难困苦，哦，亲像迄小鹰对兽甲伊撒出去时，一定真惊吓，想讲啊，我死啊，我哦，较会甲我撒出来安尼吼。毋过其实迄个鹰鸟就是咧看伊，咧保护伊。上帝也是安尼，上帝甲咱讲，你一定会飞，哦，你毋免惊，我会帮助你。当咱倚靠上帝的能力，勇敢天实飞悬，咱就会愈飞愈悬，愈飞愈远。兄姊妹，上帝要训练咱，亲像鹰鸟会通天实飞悬，所以咱着爱倚靠上帝，按照咱头前的目标，按照咱的梦想，按照咱的使命来努力打拼，咱的确会通完成上帝所交托咱的使命。咱同心来祈祷。敬爱的天父上帝，求你施恩赐福予阮，予阮每一日充满着主的平安喜乐，予阮离开罪恶的路，行伫主你的道路。求主找天使伫阮的身边保护阮，予阮无受恶者的攻击。感谢主，你找耶稣基督来世间，伊毋是要来互人服侍，伊是来服侍人。主耶稣真侪上帝的羊羔，担当世间人的罪，真侪挽回祭。求主保守阮，互阮常常少念主的教示，互阮专心信靠主，奉献阮的一生予主，温群服侍主，互阮为主的名高举十字架，勇敢向前，进入上帝永远的国度。得着主耶稣赏赐阮荣耀的冕旒。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即摆咱搁来吟回应诗，回应诗279首。圣诗27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每日我心神少念你无停，你做我光灯，予我有光明。咱起立来学着咱的上帝。每日我
心可以，地顶的君王，世间无贪比，地顶的君王，予我为得胜，愿你带我到天永点天地，那是有艰难，也是大变迁。我歌单对主，永远无野心。阿门。啊，这请坐。啊，这个时阵我来报告吼，啊，咱摕出咱的周报，吼，啊，我来直接来甲咱做报告。顶周聚会，啊，主日礼拜出席60人，奉献3440块；啊，主日二出席12人，奉献385块；拜一妇女团契出席11人，拜三祈祷会出席13人，双人团契出席8人，拜六青少年团契聚会5个人。下主日啊，咱的时间分配，讲道是陈淑安牧师，诗会是马雅慧执事，司琴啊黄文挺姊妹，同日是我本人甲黄明勇长老，啊敬拜是第三组，电子琴是刘安琪啊同学，主日二第三组啊。投保音控吼是有金嘉文甲陈志信，电脑的导演是岳春楚姊妹，招待是萧桂勉姊妹甲麦雅树姊妹，交通组是刘主长老甲谢南兄弟。啊，咱下周啊周间的时间分配，拜一主理是李佩珊姊妹，地点伫91楼。拜三祈祷会啊敬拜。啊，是郑地梦苑执事，司琴是柯小长老，啊，咱有要代祷家庭是徐文川啊兄弟。拜四中一探访啊，咱要到吴灵魂姊妹的家庭，啊，轮值探访是着到啊岳东梅长老甲柯小长老。拜六青少团契敬拜是张高文同学，破冰是张碧伟同学。内容是团契的时间。拜六青少双年团契的聚会，啊，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啊，圣经是伫马太福音第7章13节到14节，圣诗有2次换练244到383，伊所要讲的题目是2条门路。啊，过来是咱本周的金句，啊，这是记载伫新约哥罗西书1章28节，啊，遮有台语的吼，啊，甲华语的，咱拢出声来读一遍，来请。愿团意用同样的智慧苦劝逐人，教示逐人，要显逐人点伫基督来完全。啊，华语的，我们在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地。引到上帝面前。啊，咱教会消息吼，来，咱头一点就是咱就是咱2020年，就是咱今年度啊，咱教会的主题是火节健康、同心服侍、全人宣教、教会兴旺。啊，这讲主题嘛是真做咱今年度。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一个新的意向，啊，咱用这个目标来迈进，互咱的教会真真正正会当来诚做，来实践这个火节健康、同心服侍、全人宣教、教会兴旺的教会吼。嘛，咱意向放伫咱心内，咱祈祷，啊，咱嘛爱出来做，啊，互咱的上帝教会来伫遮会当来兴旺。第二，
第一啦吼，这嘛是2006年咱总会年度的主题，这是咱总会年度的主题是同心挺基督，团结顾台湾吼。这是有根据，这是记载伫经文咱的记载伫旧约传道书4章12节，甲伫新约马可福音12章30节到31节，咱若转去厝，咱会当来看圣经，来响应咱即个总会的年度的主题吼。第二，咱今主日吼，咱要来会计要来报告2025年12月的收入甲支出小目吼，甲举行正月份的庆生会，受请名单如下，我称呼来监督：吴罗金车、黄建华、吴秀丽、林基官、陈玉梅、简兆伟、黄志强、陆秀月、刘美照、向林义、王维金，甲杜小香等吼，愿因生日快乐，主要所赐福因，互因福杯满溢。第三，咱本主日咱的陈小牧师甲林文忠长老前外执事、两位执事因前往台中即个杜那卡教会吼为着咱的教会的建堂来募款，甲伫遐来义卖，愿主来引带因，使我因平安。咱也为着即个事来为因来代祷。第四，下主日正月18礼拜后，咱要来调去中执会，咱要来检讨传道部即个培灵会的事工，以及检讨咱受难周过活节，甲以及咱伫旧年的圣诞节活动的检讨吼，咱伫后礼拜煞，咱请中执老部来接续，咱中执会开了，咱有接续要来调去小会审查会员大会的会员名单吼，这点要注意一下。第五，咱本会妇女团契的手工班吼，咱有要来制作即个乌糖粿吼，日期是伫即个正月24拜六下晡2点，伫咱的教会1楼，咱这是吼免费参加啦吼，因为需要准备即个食材，所以即日起吼报名到后礼拜特别截止哦吼，咱若要来参与的兄弟姊妹呢，咱赶紧来报名吼。只无写讲要2-3万报名，可能是咱的会长啦吼，面小啦吼，因为咱会长来报名吼，咱也有兴趣的吼，咱会当积极来参与。第六，咱本来定第3月初1，就是礼拜7下早9点吼，9点20，咱要来举行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要来接纳2025年完成事工，2025年年度决算，要来审查2026年预定事工，甲2026年的预算。咱请本会、小会、中执会以及各团契年度事工，咱会当来正确甲伊整理吼，将以上的资料伫即个正月25前吼，来甲伊整理完成，来交互咱的本会的干事担任如吼，以便呢，咱来制作咱教会这2026年好的手册吼。第七，就是咱林门区公所吼，伫即个2月7日拜5上午8点到12点，要来举办林门有听，就是寒冬送暖啦吼的活动。地点要伫即个林门夜市伫溪州2路吼，即个夜市广场。咱的平安长老有参与伫迄个摆摊啦吼，伊有摆一个单位，伊的单位号做耶稣听你吼，因为咱即边有要发送即个600包的白米，互遮个弱势的家庭吼，毋茫咱会当互咱来赞助，咱若有意思要来提供物资捐献的兄弟，咱会当来接合咱的平安长老吼。第二就是咱，并且邀请咱本会呢，伫东港会当几位兄弟姊妹来甲平安长老做伙来伫迄个所在来摆单位，因为遐真无用吼，咧摆单位，佫爱甲遐物资分送互遐所有要领遮个弱势家庭吼，咱咱拢会当来积极参与，来同送资源。下主日正道讲师是陈小牧师。圣经是约翰福音2章1节到11节，题目是上好的伫后壁。
即个时阵我来报告咱金主这个奉献，咱的月定现金有5人奉献，奉献的金额是13000块。感恩现金有5个人奉献，奉献的金额是16000块。建堂现金有2个人奉献，奉献的金额是42000块。妇女团契的现金是1个人1000块，主日的现金是1个人200块。所以咱的奉献总计是有14个人奉献，奉献的总计是72200块。咱起立来做奉献的吟诗感谢。请坐。这里另外一个阿桑，你头一遍来吼，对，咱拄则咱的招待来，大那埔教会，啥个名？黄家，黄家做囝吼，咱起立，咱家拍拍欢迎一下，欢迎欢迎你来吼。等一下，咱礼拜三吼，礼拜三，请坐，好。等下咱礼拜三，咱甲伊这就一个打招呼，互相来熟悉吼。咱来上言513，上言信息513。愿主赐福保护你，咱吟诗说，咱请林牧师来带咱做闭会祝祷。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典面接你，也愿主庇宽待你，万了后华，胸胸阔阔的享受的平安。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快乐，甲恁众人三合同在。愿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看顾恁、赐福恁，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迄个姊妹，咱请坐，请坐吼，搁甲咱耽误淡薄仔时间。这个时阵我来报告咱这个12份的经常费，甲这个建筑基金的收入甲支出，已经要来举行咱这个正月份的兄弟姊妹的庆生会吼，咱的周报有，咱来显开，我来报告，咱来看，来听吼，来。我大声来报告咱这个12月份的经常费来收入，咱来看中抓遐，咱的本月经常费收入合计有收入188747块，全校收入合计有收入96085块，所以咱这个12月份的收入总计是有284832块吼，来咱看隔壁。咱的支出部分，咱嘛共款看中抓看上后壁支出总计遐吼，来支出总计咱有支出有12月份支出269623块，所以咱即个经常费12月份收支吼，
甲伊对除起来，咱拄好有剩15209块吼，来，就是咱即个咱的经常费累积到12月底为止吼，金额是有1346104块吼，1346104块。来，咱来看上下骹即个所在，咱的建筑基金，咱顶月结存吼有剩315620块，咱加上咱有即个12月份的收入是有70100块，佫有加上咱半年度的利息是690块吼，咱的本月支出是有底仔利息吼，这是支出的部分是有支出44138块，所以等于咱即摆咱的建筑基金的现金有剩342272块，咱有甲迄个新楼贷款的总金额是2313万吼，咱已经有还本金1834000块，所以咱即摆是还佫欠即个贷款吼，有21196000块，佫减掉咱建筑基金即摆剩的现金是有342272块，所以咱即个建筑基金也是不足，就是咱的贷款佫有2,095万3728块，就是咱即摆佫有欠贷款2,095万3728块，正月份吼，过毋对正月份的庆生会，咱我定定名，而且咱毋免客气，咱来台前吼，来庆生吼，来，咱有罗金车、黄建华、吴秀丽，咱有来，咱叫你来起来好无来？金车顶仔娘，林奇官、张玉梅、简兆伟、黄志强、叶秀月、老米照、向林义、王维金、杜小香，咱徛好势，咱再来唱生日快乐歌哦，徛好势咧吼，来徛好势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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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耶！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请林牧师为着这个寿星来甲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天堂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有即几位寿星，即个所在，阮甲伊唱生日快乐，也庆祝伊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你的恩典满满。阮将阮的寿星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引带因头前的路站，有主你的恩典满满，也享受因智慧，享受因能力，享受因健康，互因所做的事工，拢有主你的恩典，拢有主你。互因有极大的成就，那呢，因也有健康的身躯来服侍主。因有欠安的主，你要医治，互因诚侪勇壮的工人来为主做工，也因头前的道路有主你一步一步引带，拢有主你的赏赐伫因每一个人，那呢就是伫因的家庭也要蒙福，因家庭每一个人。拢要来认捌主耶稣，来敬拜主，来服侍主，诚侪主你所祝福的家庭，互因家庭每一个人拢领受上帝你对天顶极大的恩赐，互因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你的平安喜乐充满伫因的中间。安尼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的教会吼，伫今年度开始咱。本来咱的生日礼物是拢送面巾啦吼，咱的长执会决定讲，
今年度开始，咱要送礼券哈。来，咱即摆嘛共款，要请咱的林牧师来送这个生日礼物，每一个事情。每一边咱逐个月拢有直接来举行即个庆生会吼，咱兄弟姊妹免客气来即个所在来互上帝祝福，嘛要互咱兄弟姊妹甲因祝福吼，咱最后咱来做伙出声来讲一句祝福受请的话，会记一下吼，来1、2、3，祝恁生日快乐！好，上帝祝福恁真话济，因为今晚咱才纪念，咱做伙来唱。主找牵我，你今嘛听见主，为了呼叫你的声，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祝福，互相平安，